全球有超过46000个物种强灭灭绝，伫咧台湾嘛有64种的野生动物面临断种。咱中研院当嘛甲国外共款拍拼咧收集保存这些动物的 DNA， 希望会当帮助因生态落去。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统计，目前全球封列做强灭灭绝的物种有超过46300种，亲像野生的虎，100年前有10万只，到今敢若剩4500只。要安怎保育这面对生存危机的动物？英国就有保育机构伫零下80度的低温环境，甲动物组织细胞甲 DNA 上千的样本冷冻起来，希望会当帮助这些物种搁再生存落去。This could be an absolutely vital lifeline for many of the species that are literally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We can freeze tissue down, freeze those species down in time, ready really to be brought back to life at a moment's notice in 10, 20 or 1,000 years' time, effectively still in a living state. 伫咱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内底，也看到侪鱼类的样本，这只是保存的一部分尔。因为有农业部林保署的支持，自2004年开始，咱国内也有甲英国相像的计划。计划执行20档啊！研究中心的博士分享，透过甲动物的组织放伫专用的保存塑胶罐内底，加入液态氮低温保存。目前中心已经甲4800种的动物组织收集起来。我们基本上有几个重要的考量。好，第一点就是这个物种它是不是濒临灭绝？如果它濒临灭绝，我们就会优先把它做保存。文班、台湾土龙、台湾乌熊，这拢是咱上知影强灭绝种的野生动物。根据农业部林保署的统计，目前台湾陆地甲海域计共有64种强灭绝种的野生动物。研究中心也强调，做野生动物的保育，毋是干那我靠用低温冷冻来保存动物的组织尔，希望是伫野外同齐来保护这些动物。两种方法相并行，各种相关领域的人才做伙投入，才是对野生动物的保育上好的行动。记者张家琪、林玉凯台北报道。